慧清仔，育苗獎學金係咩嚟㗎？我見到今年有好多同學仔都有報名喎。育苗獎學金係由工聯、街總、婦聯設立，目的係培育青年人才全面發展，對品學兼優嘅學生作出獎勵，肯定佢哋過去一年努力學習嘅成果。哦，咁我今年嘅成績可唔可以申請㗎？嗱，申請育苗獎學金大學組有2個必要條件，一係學年 GPA 要達到3.0或以上，二係所有科目都要合格。另外，參與社會活動或各類比賽嘅經驗都係屬於評審嘅一部分。根據你提供嘅成績表，你嘅學業成績符合申請標準。不過附件暫未見你有關於社會參與或比賽嘅資料。請注意，大學組嘅評分比重為學年成績佔70%，社會參與佔20%，而獎項佔10%。建議你補充申請學年相關嘅活動或者比賽經歷，咁樣可以提升你嘅申請評分，有助提高排名。哦，我明白啦。咁大學組嘅申請期係幾時截止啊2025年大學組別申請日期係6月16日至7月1日。喂，你又問 AI 功課啊？嗱，睇我咁認真就知道唔係啦。我係喺度問緊育苗獎學金點樣申請啊。哦，聽講獲獎之後，除咗有獎學金，仲有得去交流團㗎喎。慧清仔，快啲話俾佢知詳情啦！今年育苗獎學金主題係家國情懷，大學組交流團會前往哈爾濱及北京，以銘記歷史、共創未來為主軸，進行唔同嘅參觀體驗。哇，交流團好吸引喎！我哋快啲準備申請資料報名啦！好啊，慧清仔，麻煩幫我哋核對一下申請資料有冇漏，另外仲有冇特別要注意嘅地方㗎？育苗獎學金特別注意事項係，只可以喺工聯、街總、婦聯其中一個機構報名申請，重複申請者將有可能被取消資格。你哋嘅成績資料、社會參與同埋獎項資料均已核對，祝你哋成功獲選。